好多智障類嘅自閉症仔仔女女嘅家長都好似我哋嗰陣時咁，好意志消沉，又或者冇乜方向。但係因為喺網上邊見到恩齊呢一個活生生嘅見證，就成為咗佢哋一啲參考，成為咗佢哋一啲盼望。我叫做劉恩齊，我今年23歲。我平時中意溜冰訓練啊、畫畫、彈鋼琴同埋打鋼邊琴同埋打鼓。我逢星期六去白山幫手做工活動助理，跟住逢星期日去跳 K-pop 舞。我星期日返教會崇拜啊！我喺中文碼頭咖啡吧返工啊，幫手擺叉擺檔啊，跟住遞餸食物，而之後幫手收洗啲嘢、收洗碗，跟住幫手抹台、清潔、掃下地啊。返工開心。我相信咧，要培養一個 SEN 嘅孩子成長咧，係要有好多方面嘅元素啊，唔係單一方面。而教會俾到恩齊一個好大嘅支持係乜嘢咧？有一個 SEN 嘅小組啦，同佢一齊成長嘅都有10幾個唔同程度嘅仔仔女女。其實聖經係啲好深嘅嘢嚟㗎嘛，佢哋對呢啲事物係咪能夠明白嘅咧？係咪能夠認識嘅咧？喺呢10幾20年裏邊，我哋嘅體會就係，其實我哋好多仔仔女女係好醒，只不過礙於佢一啲 SEN， 可能係自閉症或者係智障嘅特質，導致到佢聽得到，但係佢哋嘅表達唔得。但係喺佢哋嘅行為或者喺佢哋嘅表現上邊，我哋就略略知道，其實佢哋吸收到幾多，能夠做到幾多。信仰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支持，就係我哋見到有盼望。嗰個盼望未必係喺地上，因為例如話恩齊佢就算幾叻都好，擺落去一個所謂嘅一般孩子或者係所謂正常人呢一個圈子裏邊，其實佢始終係有個距離。咁喺人嘅角度嚟睇，呢個咪好失望咯。但係原來喺神嘅眼中，每個生命都係好寶貴。好多呢啲聖經嘅應許，或者係一啲價值觀，其實就係成為我同太太咁多年裏邊嘅一啲支持。原來 SEN 家庭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禾場。原來咧裏邊都有好多未信耶穌嘅朋友。咁如果我哋係知道自己嘅身份，個 position， 我哋能夠將呢個大使命去傳過俾一啲身邊嘅朋友，咁其實呢一個係回應神嘅一個呼召咁樣樣。